方清中上游方行后，现在投资当北进忽悠。730多人个方经营了此地兄弟团，为啥投资当北？前3年的改得来姑娘骂我势利，骂我穷举，管我动身。该腔势力要来出气报仇，所以不转前门进忽悠。现在忽悠里向一路上过来，李周年对前周子当我进忽悠辰光，旁团表家体之彩饼，今朝一位吃一吃，再旁团个，不晓得方清啊，你现在种子上游福气多，实在吃不过。就说蔡姑娘住了花园里向，就说现在方清到此地毛呆呆嘛，只看见蔡姑娘来了。蔡姑娘看见姑爷来是开心啊，祝你的姑爷，乃是你给得个宝贝呀！老要怕子王本和天下去寻分寻着呢，小叫相思毛病想出来分享着呢。方太太让神啊把用我眼里哭过分哭着呢，我不出关门下头为得旁头喜出望外。蔡姑娘心说对极，就说我3年事体才门光个呀。是的，姑爷，你3年lang少上火，但是真个还是假个，俺做过分做过，俺旁对你来呀，你快点讲呀。方清楚你的彩饼啊，问个我们要一句一问个呀。你说3年事体一顿到门光个，你要问我3年得了啥上火，做点啥事体，但是真个还是假个，俺做过分做过，倘使我老实的来讲。我3年来让北京用功读书，现在冒名必定必三教，实上考试，李中山牛方730后，今朝投资当班，见姑娘出去寻开心。实讲一讲，投资8班，活活大吉。那么呢，喊你录一点的口风不里听听。蔡编辑，是你要问我3年的事情，你且听了。我有一句说话叫陆一郎谁别资精神，你到猜来。那么蔡姑娘也懂呢，懂的。陆一郎谁别资精神，谁是上牛必地皇帝出京，叫陆一郎谁别资精神。陆一郎谁是上牛？对这里妈妈说你是上牛啊？哼，我看你不像上牛，但像老头牛。根本那喊陆一郎呢，对你新老乡一看嘛，哦，你找个青布大吧，青的陆是挖一挖长的，那么谁是陆一郎的？谁比资金神？资金真是皇帝登个上货，一般人不能够去的。像这样天时，为皇帝下子了下去，像你这样一种人去是要把你都看出来的。根本哪叫谁比资金神呢？哦，一想嘛还懂着，你是说了，但是先生呀，大概从公要刚刚让别人家屋里向做大上出来，大经上向有2句闲话，叫喂喂白牛驴，面面资金缺，家用的家用的。那么蔡姑娘做女的，看上去讲个闲话蛮多了嘿，让给他讲，可是不妥当，可不是讲，请你到书房里去吧。啊，高姨，想自己并非说话的所在。哎，我得对个，该到嘛呆呆浪向，让忽悠里向，倘使不了其他有动用人看见，深恶体痛。外加该得等我讲闲话叫当阳道，当阳道。可是三国之外，为上山十字龙了哇，不是该个当阳道，当子太阳得个头是钢章叫当阳道。既如此，到哪里去守的？到书房中守的，可好？书房里向去，当一声好，请。那么蔡姑娘，这是2栋毛蛋花，让前头引路，2高头走到书房门口，来到书房就互相绅士比播放。蔡姑娘随着门推开，人大在里向，啊，可以，请来。哎，是啪。道包浪向一撩，人踏进书房一看嘛，该只书房并不大，但是布置得非常优雅。当中一只天然机，盖面一只5彩花瓶，搿面一块大理石，两旁边墙头浪向4块花瓶，唐伯虎、祝枝山、周文炳、冯正明，侪是苏州名人诗哦。一只10进诗里向把个4诗5经。
搿面墙头浪向挂一只绿色的琵琶，该面墙头浪向小肥出衣裙，行往手头怎么要拖到地上？现在一看，靠北茶几，茶几靠北，叫十丫鬟絮道，花香不在多，还布置得不还布置太为交关了。搿倒是个，那现在一只小青年还布置真正布置得好，10个平方只房间，自家靠着3个方台，4只3个靠背，靠2只3个沙发。对日浪向圆面摆着花瓶，里向4朵月季花，盖面一只3排台钟。一看大衣日门前一只大床，大床旁边一只药壶箱，药壶箱上头一只收音机嘛，大床底下4只喇叭响，咣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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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闹忙得不得了。这个叫外布置，有2个不外布置，哪怕房间3双个平方，药壶箱上头摆双橡皮套，那可也弄到了了。所以芳情望真，思迷了郎看。那么蔡姑娘呢？随拿2朵牡丹花，马正花瓶里向一插银坠过来。啊，各位，请坐。你已受了，是小弟刚受了。可里受定，方清先哥哥第一次做，最讲我窗台这个大事，雨动几杯喝了，外是青布套子下脱一半，忙正茶几浪向来了。哦哟，他还加上雨动几杯来着。那么蔡姑娘哪哈懂呢？开始里不懂个。还是随走子到了路浪向，到3条2高头睡打子的辰光，睡着个叫欧波西。开始蔡姑娘不懂，晓得3条，搿个是啥个么子？3条就告诉你，搿个叫雨动几杯。再过来看后巷子唱，所以你晓得个。那么现在呢，看见自家只讲眼只当不懂。啊，各位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谁叫乌头呀？这个么子才不懂，这是叫几杯雨动。几杯雨动也来好用，唱到人受用。那么唱到人什么好处呀？唱，我的确实说的去，唱到人有啥好处？唱到人是米头饭呀，上得头饭在，那么拿到店家门口来，戳嘣嘣，戳嘣嘣，唱2只大人，额头身上多2个铜钿出来，拿2根鸡板捡起来，往正竹筒里向一放，头饭行当呀。不过这年对我不能得里多讲唱大人，多讲唱大人，非弄到二模样，心里想一根，非要收了脖子。哎，这里桌子挂着了，喏，今日我不来看，那么不能见姑娘的，该桩事体不对。蔡平姐呀，是方才台子，牡丹台上我有一句实话，叫陆一郎再别紫金人，明里菜100笔，你到菜来。各位，三笔不写1不菜，苏州人18讲。50菜不用的，10菜1不写几菜？三笔3菜是能菜熟的。什么的？我托侬90菜菜啊！我哟，那个我对他聪明的，那么我到试试来看了，到底也聪明。90次你到菜来，没来啊？各位，他是三笔菜熟了嘛？你也低头应应的呀。菜着子喊我也低头答应一声，方清楚你对我好答应的，一答应嘛。倒是八百，胡子底下再说。这个是啊。各位，这第一菜，那一楼功名之玉楼，你们杨梅口之是灯门，一菜随啥？是侬是一路功名，不是正途功名。乃现在得发在扬眉吐气上门来着，不能承认。这一菜不是的，不是的呀。各位，这第2菜嘛，我也菜熟了。真呀？那几回姑娘怎能背？一菜2茶，你现在得发做子姑子，今朝乔装改扮戏弄姑娘，我有个小句我的有道理讲。这一菜也不是的呀，是一不是的。各
各位，这第三菜嘛，我是一个菜手的。真的？那。娘子一个归人知，你们都是耳朵来回风。不必的，你现在说对别家做子大事的，这次后厢子的衣裳才是锒铛刚武，将来等机会啊，就得日而同。哎，这一切不是的。谁不是个？阿姨。那么蔡姑娘祝你的，我想想这个三菜，我猜得蛮简单了，孩子。那第一菜来做子官子，第二菜做子官来到给他戏弄姑娘，第三菜来分做官个。那么那谁不猜到呢？哟，安慰得我没猜到这，你当我玩对对个，得做新个，可不是个？让我再猜一猜吧。啊，可以。像三弟这个菜嘛，一定能给猜手的。我总归的呢，玩得对啊。那莫非你谁那龙虎山上回的家？龙标子我江西龙虎山去的，太有了。谁那神王庙里做主宾？太近了。哎呦，可是哪啥子话？一些什么特有，一些什么特近，大家来等他那样句子，不晓得蔡姑娘，至少本来这样一等，等出事体了一子呀，故意啦！想我是说过在推下鼻子，真吹得痛，你谁真能。我的大众神，下里是一曲谁你不相信，当高语是与太平听，我只用为你公子神。还是你故意自己讲了吧？采访着怎么撑了等了才来个噻？哎呀，我是说过白太恶毒啊！那采得苦来修正我那个仙人啊，是我讲仙人啊！那么方清楚你对让我想想看，我人还有点仙气，一想嘛，有个23个人，体足甚优，当辰光阿爹老娘搞不了几人喜爱，皇帝现在晓得着。怕自己工人积少中文，娘16年水沟上加封一品太夫人。皇帝爸爸做媒人，我替别叫奉旨奏亲。我现在是七伤情感，皇帝使我来上访报见。3品之下不发官章，可以现在后罪。当辰光抄稿抄脱400万高档，现在统统发还。我问你，是有点像仙人了，孩子们，没好。本着我也想得来人人开心，屡屡不想想招呼那个头，那么谁做仙人吧？就说你到做仙人这样，蔡平姐呀，是你到底聪明，被你猜出得了啊！把我猜法子，一猜姑娘做你的，我那猜的辰光嘛，只看见你那玩的的，谁分猜的了？可以，谁比猜出来哪一桩呢？不过要不周子讲讲，到底一定来完成啊！蔡平姐啊，是想个方子文开铺了，红人扰扰，事事郁郁，撇去愤世三气，只有得道行一曲。今张儿从蓬莱水上驾起祥云，特地到此间来访访与你，我是要为主西家去的呀。我看你老发恶呢，我让他等来做仙人的呀，说你是对为他做仙人的。那么蔡姑娘对镜子里妈妈想狗呀狗呀，你也做仙人嘛，我也必杀你子了回去。啊，可以，估计是要为这西家去的，是要回去的。三比牛可以再等西家，阿弥陀佛。出卖的，出卖的，这等西家是这到西方极乐世高啊！我还要包堂做亲了。
我特里，我是要为做西山去的。啊，是不敢讲西家讲西山子。那么蔡姑娘做女的，今朝么那看必杀妹子了环节。啊，可以。故意只是细细要得的呀。啥辰光细细好的，自家弄不清爽，瞎说一声。那么放心啊，你手日脚口呀，来得及做新人，来不及做新人。所说这个新人是扯毛不好新人。蔡明记呀，是我在居松的上别了你家老爷。西头渺渺茫茫，后里后头随灯西去了。对阵子的妈妈，你不比新人，比新是盲人子。啥个做新人嘛，好不了不动，绵绵茫茫个。今朝比雨欣别离再讲一遍。各位，谁不谁呀？那反正管我新人了没比啊？真说谁不谁呀？中东女的，像你那是大陆人士，谁不谁？遇到一点难为情关，对关，从来分听这些新人会都碰到强盗枪关，啊，听见李仁阳报告只有过一根羊要做光个宝剑，个柄宝剑，强盗枪他在，铁瓜里，纸光把那十个队推他在，不管，这个范围说得到的，蔡文姬呀，是你不晓得了，怎样？当日的内阳道上，视察路口，三金日文。风雪交加，来了许许兜兜的强盗。哎呦，对阵子的妈妈们，这新年人老失去物子，这上面因为通光只有一个强的，名叫曲落杰。现在李郎老师来自许许多多的强的，听我去再说。在我背语呀！哎呦，新年人老长面子子，一人受，新年我后呢若只闭上眼睛，看不见个。将我推入石中，证据他比怎样？一不旅人被他们抢去了。可以，像你那是大陆人士，好不用司法制止这被强盗。哎呀，好个了，新人忘记子司法了孩子，要反正来提醒我。蔡文姬呀，是像我开始放为了司法，后来想起了司法，我一同正义之余，起来替人替将，落定落脚。把这杯强盗打得落花流水的刀头，证据他比怎样？你顺心别上个吧，把这强盗抢下来自家不晓得，好说一声。反正我匆匆下山，急急登云，把证据倒塌，放弃在蓬莱水上，不到动作。那么对镜子的妈妈呢？现在嘛，我也闭上妹子，可以呀。这酒他可能拿来一看。你顺心别上个吧，我不晓得是啥当火气的。哎呀，蔡文姬呀，想猪他们在半道洞中有两个小溪洞在被开水呀，可为被人拆去。知道不为被人在开水。两个小溪洞在开水。对阵子的妈妈，你要混个对了孩子，啥么子？真知他是从破案之后，可都知他已经让他睡觉规律浪向，那现在李老师。真知他把那半大洞中，可是三家规律比之半大洞时，我的三家比之山东仙女，唯一的那口水真知他了孩子问。那么蔡姑娘心里想有什么搞？你现在来到给他哈是铁球家园做生意，基本才是巨户。那么我声称巨户大王，我巨户还要回家过去。意思么非呀？我也是巨户，你也是巨户，两家这个巨户是到啥辰光呢？我现在非要来听那个句话，我要听那真话。来3年了，做点啥个事情？我晓得之后，马上上里告诉三条，让三条可以定一定心。蔡姑娘的美海呀，可以。像一个人总要讲拉着话，不能是鬼话的呀。大陆人士讲的句句都是西话。哦哟，为呀西话嘞。那么，请问可以中东女的几经后人相起呀？那么放心啊，蔡姑娘说得好着，声称巨我大王，我巨我不回家过来。为啥？倘是你要巨我，我巨我，巨我说到啥辰光，我改个辰光不听来巨我，要听来真我。来3年到底的啥上火浪做点啥事体，倒是真个还是假个按做过。那么我好到流浪乡去告诉小这样。那么放心啊，你老实讲呀，李主任的趟是我老实一讲嘛，倒是宝贝，
不好见姑娘出气。搿么呢，好说一声，祝你对新人碰着强盗抢犯人来救治，像是说不出关，总还要来过把新人关。大概就说你都为要做新人了，彩萍姐呀，是。唉，像那样女的，分红尘相聚，你请听了。是。与那撒花。好良心，谁来相救我放亲放子分？他是孙空身出那云水，举两我东乡蓬来西打营，说非仙女水里我怎能够吹破这有几来传达心？与为少花仙女相聚，哈！蔡姑娘对镜子的妈妈想狗呀狗呀，说你为也做新人了。哼哼，那么今朝我要叫那个新人逼至4年了回去，还要试试看呢。啊，各位，乃是一位少花仙女相聚的。是啊。那么请问各位，这少花仙女怎样打扮呢？当扮啊。从来分口见些过啊，少花仙女我让哈湿贴出呀，走出来了呀。不过平常化妆浪向到看见个穿红着绿，像是不大素人，仙人应该文静点。哎，李德觉得蛮素人，哪里出当吧？彩萍姐是。这位少花仙，虚实彩绘世界上，他的带路谁知没带路群，依稀仿佛你彩萍姐，举止因为一步银，一步装束，一步心，与你差不多。哦，但我差不多，可是看上去我得比这少花仙女了孩子。那么请问各位，这少花仙女叫什么法名呢？叫啥个名字？她的法名嘛叫什么？叫什么啊？叫彩薇啊，叫彩薇，都不叫彩竹，可是蛮好，日里彩薇，夜里彩竹啊。那么请问各位，这少花仙女向你举往何处？干嘛呢？还是方清想出来装个7个彩薇不对个？从的女子家开门这件事叫中怀并怀，衣裳得来错不大懂嘛，名字还要得来姊妹相称，把我举到蓬莱水上。那么蓬莱水上可好玩啊？哎呀，水上是好玩得很啊！有2个小水洞跪下来，请我出西茶西酒，吃了下去已经不晓得几海饱怒得了。后来再以李东宾开中2个，随我做门徒，授予我杨耀捉鬼的宝剑。后来再以张国老，他也开中2个，随我做门徒，授予我剑背玉洞。再有海相子，他得也开中2个，随我做门徒，授予我刀剑一曲。所以方子文儿今日3回喜事，哦哟不得了！来大听听看，别人讲有子这样1位先生已经了不得的，有的有子3位先生了还。那么请问各位，各位从蓬莱水上何是动身带刺的呀？我是抽什么？抽什么啊？哎呀，好个嘞！仙人不讲抽机关，听见仙人去马本立本看看，今朝抽一还是我不抽啊，讲出来不要紧，收脱哩。
蔡平姐呀，是想我方子文初到西山，我是弄不懂的呀。想是个西山富家子。我与你别来能有几日生？想我是一口儿来，一口就能翻。我是水里银两人是真晓得你蔡姑娘。今日得有灵姑儿爱落云头来为菜大陆人士一口儿来一口就能翻，说的什么实事啊？蔡姑娘对君子的妈妈们想可不要可不要，来说的忒容易，来的忒烦来。那我得来收一本书章，来妻子3年，一年有12个月，一个月有30天，一天有12个时辰，一个时辰有到8克，12个时辰就是96克。来一天可以来回48趟，那么来啥事体也3年今朝刚刚得给得来呢？啊，可以。想你乃是大陆人士，能一口儿就来，一口儿就能飞。为什么你要去了3年，今日里方得大事？哎呦，搿记倒是好糊涂性啊！对官，你当我手臂西张呀？一天来回好48趟得了，你为啥妻子3年今朝刚刚来？小姐要生病辰光呢来一趟么3百个钟事体，方清在那大寨之上，回答不出的。有点讲好好，你在讲是什么？哟，3年了高几高眼子，那我在此问你，你因何也去了3年，今日里方得大事？哈！我去了3年了啊！哎呀，3年过得了，你交代忘记脱着呢。是呀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在蓬莱山上背得3位西施，吃了西茶西酒，谁在教育到你们凡人之中？你们已经3年了。哎呀呀！你们凡人过日子过得好快呀！忽悠被窝，绝对是个仙人。那么蔡姑娘哪还会得被窝里有大意的呀？因为小侬话《苗红字》浪向有几句闲话。叫王子娶娶妻，悲神19天，三中方出日世上1000年。也就是讲，世界浪向1000年，辣辣山山浪向只不过1天。可是可不要妻子3年呀，辣辣山山浪向只不过哈气打个喷嚏呀。那么来得想想看呢，辣辣山山浪向几乎忙得来，一把先生吃西茶西酒，马上架起云搭盖到凡人中来，分从云朵里向啪啦啦跟都跌下来嘛，已经手压高头子。那么蔡姑娘对君子的妈妈不晓得今朝的盖得来啥个事体哇？啊，可以。可是今日里到我们凡人中来，有什么事干？做此仙人比之仙狗子，不是贵狗，要来报恩所有。有什么恩呢？说到恩人到神都，祖宗长一纪来父母养育之恩，表记正塔，辜负理应。你彩屏理财，忘本爱之，都是我的恩人。哎呦，我倒还是恩人当中一份子了嘿。那么可以有什么有呢？说有么我好恨。来，哎呦，说仙人后气到的啦。因为保住仙人为分特后气。啊呀！扫地公差逼我户口，相互之间毛笔分量，供养势力都是我的手有神。哎，可以。想你乃是大陆人士，为立西北，恩恩悠悠，一笔勾销，一是一非，为去对他之神呐。虽然大陆人士恩怨还是要分一分的呀，你想逼杀我挨这里大寨子逼发杀？不晓得方清，你现在自家要逼杀自家子，因为该厂里来包堂做亲，千金自家高职务呀，不门不来塞。蔡平姐呀，是我都要请问蔡平姐呀，我叫姐姐来关一响，那否非呀？哎呀，那个新人有点色秘密哇，啥新人门去高职务噶？可是今朝你来到该到位置，你三脚来管。
那么蔡姑娘祝你的，我门内3年时期呢，头上哈说提出家运做新人，你也问到你3家事体嘛？那我句话还要回家过来着，我也晓得那姑娘可笑不得。那么西龙方清何为亲？